好啦，呢段影片會同大家講下軌跡嘅形式啦。OK， 講翻 locus 㗎。咁首先我將 locus 咧分咗3個類型嘅。咁第一個類型咧係直線方程 ，the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。OK， 即係 y 等於 mx 加 c 或者 ax 加 by 加 c 等於0呢一個形狀。OK， 咁啦，有幾種情況可以變成一條直線方程嘅，我哋望一望啦。第一種就係一條直線同一個移動點 ，OK， 保持固定嘅距離啦。OK， 一個 line 同埋一個 moving point keep 一個 fixed distance。OK， 例如呢度係條線咁樣，然之後我要固定呢個距離咁多喎，咁就出現咗呢個情況啦。OK， 或者呢條線同呢個移動點咁樣移動咗2個距離喎。好啦，咁我哋望一望條例題 examples 咯喎。咁同你講一個移動點 ，OK， 一個動點啦，一個 moving point，OK， 同個 y 等於2，y 等於2 ，OK， 保持一個固定嘅距離5單位啦 ，OK，maintains a fixed distance of 5 units，OK， 然後揾翻個軌跡。咁留意啦 ，y 等於2係乜嘢軌跡啊？就係一條橫線 ，OK， 一條橫線，一條水平線，一條 horizontal lines，OK， 咁所以 y 等於2係咁樣啦。咁接住上下都固定有5嘅情況之下，咁我就會知道可以加變咗做7，可以減變咗做-3。咁所以啦，兩個 locus 兩個軌跡就 y 等於7同埋 y 等於-3啦。咁呢個就係第一種問法。咁接住第二種問法啦，就係兩條線同一個移動點形成一個固定嘅垂直距離喎。OK，a moving point maintain a equal distance from two paralleling line。OK， 記住係 parallel，OK， 平衡嘅。OK， 咁所以你見得到，如果 L1 同 L2 提供咗俾你嘅話 ，L3 呢個就係個 locus，OK， 佢嘅軌跡，而令到佢第3條就中間啦。咁你話點揾啊？咁最簡單嘅做法就會係，首先因為兩條都係平行線啊嘛，咁所以我就會知道佢哋兩個嘅 slope， 即係斜率一樣，都會見得到佢係幾多？3啦 ，y 等於 mx 加 c 啊嘛。咁所以知道3嘅情況之下，咁所以佢個軌跡 y 等於 mx 都會照出現噶。好啦，到最後啦，個 c 點樣揾啊？個 c 其實就係代表1同埋7 ，OK， 咁所以啦，我哋就會用佢哋兩個嘅終點去諗嘅。OK， 某程度上嚟講，呢度係1，呢度係7，咁所以我哋將佢哋兩加埋除以2，就會等於中間。OK， 所以7加1係8，8除以2就係4啦。咁所以我就知道嗰條軌跡就係 y 等於3x 加4。咁如果你話如果條題目改咗呢，變咗咁樣呢，第一條方程同第二條方程。你發現其實如果咁樣寫，即係我哋啱啱所俾你嘅題目嘅資料，只不過變咗一般式嘅啫。OK， 變咗個 general form， 但係做法都一樣，都1加7除以2嘅啫，都係等於4噶啦。OK， 好，咁接住第3個 case 咯。第3個 case 就係兩個固定點同埋一個移動點。OK， 兩個固定點 two points 同埋一個 moving points。OK， 然後又係咩啊？固定嘅距離啦 ，OK，fixed distance 咁樣啦。咁點樣做啊？望一望題目咯喎，而家有兩個 point 俾你 A 同埋 B 啦。OK， 咁接住啦 ，P 點係一個 moving point。OK， 咁冇喎，咁冇 P 咁點算啊？我哋就會首先第一樣嘢係會切咗個 P 先嘅 ，let P 係 x y。接住條題目講咗個重要嘅嘢就係 AP 等於 BP。OK，AP 等於 PP， 呢個代表 AP 嘅 distance。OK， 咁所以我哋就用 distance 嘅公式去計啦，就變咗做 x 減-4嘅2次加 y 減5嘅2次根號，呢個就代表 PA 嘅長度啦。咁接住 PB 咯，佢又等於翻，咁我哋又用翻 PB 嘅 distance formula 去計咯，就變咗 x 減6嘅 square 加 y 減1嘅 square 去展開。OK， 好啦，咁展開咯喎。首先第一樣最簡單就係根號同根號係約咗嘅，接住啦就將佢展開，變咗做 x 加4嘅 square 加 y 減5嘅 square 等於 x 減6
嘅 square 啦，再加翻 y 減1嘅 square， 然後成條式逐個展開。留意 a 加 b whole square 嘅二次，我哋用翻恒等式，用翻 identities 去展開翻嘅。OK， 所以就會變咗做 x square 加 8x 加16，再加翻 y square 減 10y 加25，等於翻 x square 減 12x 加36，再加翻 y square 減 2y 加1。咁接住將所有嘢放晒左手面，放之前你發現左同右都有 x square， 右手面同埋左手面都仲有 y square， 都約咗去，咁就好快變得到係 20x 啦，然後就變咗負 8y 啦。到最後啦，咁你就可以直接16加25減翻36減1，答案係加4嘅。OK， 咁呢大致上就完成，但係你見到28同埋4呢三個數值都係咩啊？4嘅倍數，所以我哋用4除，變咗 5x 減 2y 加1等於0，咁呢就完成到呢一條題目啦。咁接住另一種情況咯，就係圓嘅方程，就係 equation of a circle。OK， 咁多數都會用 x 減 h 嘅 square 啦，再加翻 y 減 k 嘅 square 等於翻 r square。咁我哋望一望第一種情況先啦。第一種情況就係一個固定點同埋一個移動點。OK，moving points 同埋一個嘅 points。OK， 又係啦，固定距離 fixed distance 咁樣啦。咁點樣做啊？首先留意啦，固定咗距離係4喎。OK， 咁即係話俾你聽。P 同埋依粒點 ，OK，P 同埋 A 點固定期4等於4啦，佢嘅長度。所以我哋先第一樣嘢係設 P 嘅 coordinate係 x y， 然後又用翻距離公式 x 減1嘅 square 加 y 減2嘅 square 係等於4嘅。咁最後將個 square 放翻喺右手面，咁你就會變得到x 減1嘅 whole square 加翻 y 減2嘅 whole square 等於翻16，咁就完成㗎啦。咁你話可唔可以使唔使展開啊？咁你展開冇所謂嘅，唔展開亦可。OK， 但係你展開嘅時候呢，唔該同學仔留意啦，你要留意翻其實有冇剪錯呢？又係啦，用翻嗰條恒等式去做翻就可以㗎啦。咁就變咗 x square 加 y square 減 2x 減 4y， 然後就會減翻11嘅 ，sorry。等於0嘅 ，OK， 咁就完成咗呢一條題目啦。咁接住另一個 situation 啦，就係兩個 points，OK， 兩個 points，OK， 然後同個 moving point 係特別啲啦，係互相垂直嘅，係 perpendicular 嘅。你望到幅圖啦，見得到呢兩條線 ，OK， 嗱我哋唔好理個 C 啦，呢個係 P 嚟嘅 ，OK， 任何情況都會係垂直嘅。咁所以啦，同一個道理，我哋望到一個嘢嘅話，垂直嘅話，咁我哋就要用斜率公式去諗，用 slope。咁所以啦，首先第一樣嘢就係 let P 係 x y， 然後斜率啊嘛 ，PA 個斜率係乜嘢？就係 y 減2除以 x 減5。好啦，接住再乘翻 BB 嘅斜率咧，就係 y 減-6除以 x 減7，等於幾多啊？等於-1。記住垂直斜率乘埋等於-1，咁所以出現咗呢條公式之後，咁我哋就可以計咗佢啦。成個分母揼過對面，分子乘埋一齊，咁就會變咗做 y square 減 2y 加 6y 減12等於翻負 x square 減 5x 減 7x 加35。咁接住啦，將佢剪翻開，變咗負 x 二次啦。然後呢度變咗負12，咁變咗做加12x 啦。最後啦就係減35嘅。而呢度就變咗做左手面變咗 y square 加 4y 減12。最後放翻晒左手面，變咗 x square 加 y square 加12x 加 4y， 再加翻23等於0嘅。咁就完成咗呢一條題目啦。咁最後啦，一種情況就係最難㗎啦，就係拋物線嘅方程。咁我就 ax 二次加 bx 加 c 嘅形狀啦。
咁而家同你講一條線 ，OK， 一條線，一粒點 ，a point， 同埋個 moving point，OK， 移動點啦，係有相等嘅距離嘅 ，OK， 相等嘅距離㗎。咁所以我哋望一望幅圖啦。首先留意一樣嘢，我哋會由呢個移動點垂直落去呢條固定嘅線上面，所以我哋就會知道呢條固定嘅線嘅坐標一定會係 x 同埋佢所俾我哋嗰個嘅水平線個數值 ，OK， 水平線嘅數值。咁所以啦，望翻呢條例題咯，點 F 同直線 y 等於1，然後保持距離。咁所以首先第一樣又係啦 ，let 咗個 P 先 x y。好啦，咁你咩叫保持距離啊？同邊個保持距離啊？記住，保持距離嘅意思就係 P_F 係會等於翻 P_G，OK，G 就會係上面呢粒點啦，OK。咁你話啊，考試使唔使寫埋 G 係乜嘢啊？題目冇俾喎，要嘅。但係你話啊，可唔可以唔寫？可以嘅。咁點解唔寫啊？你要知道跟好 x 減0嘅二次加 y 減-2嘅 whole square， 佢等於翻跟好又嚟咯喎。頭先講咗，其實你要預設咗 g 嘅 coordinate係乜嘢啊？就係 x 同埋1啦。咁所以就會變咗做 x 減 x 嘅 square 啦，再加翻 y 減1嘅 square 啦。然後同頭先一樣，兩個跟好就約咗佢，然後就將佢化簡咗先。咁會變咗做 y 減1嘅 square 咁樣，接住將佢展開4y， 唔好意思啊。然後呢個左手面就 y square 減 2y 加1。好啦，記住，因為我哋見得到呢樣形式好似未見過喎。兩個 y 約咗先，兩個 y square， 然之後所有嘢放晒喺右手面。除咗個 y 就放左手面 ，OK， 所以 y 咧最後會除翻過去，就變咗做 y 等於-1/6 x square 減1/2啦 ，OK， 咁呢個就係最難嘅拋物線嘅方程 ，OK， 咁就係一條線一粒點同埋一個移動點所組成嘅一個軌跡。咁好啦，咁最主要咧就啱啱所講嘅軌跡嘅題目咧就已經講完㗎啦。咁大家咧亦可以試下完成以下嘅一啲嘅4條嘅練習，去俾自己睇下識唔識軌跡呢一課啦。詳情嘅答案就會放喺下面嘅連結上面，咁大家可以自己參閱就可以啦。